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自从恒大暴雷以后，恒大很多问题也就浮出水面。5年来，关于恒大有很多传言很多八卦。我们今天看一看这个有一篇文章，它是介绍恒大暴雷以后，那恒大不就被各个地方政府接管吗？保交楼，有很多恒大的员工那就参与到保交楼。那他们什么个情况？通过这些文章，我们看看保交楼的这个恒大员工他们的处境和经历。恒大往事留下来保交楼的兄弟们，终究要开始找出路，也就是楼保完了，但是恒大也没了，怎么办呢？找工作。文章说，近期和2位任留在恒大的前同事聊天，从2022年我离开那个项目至今，项目保交楼也接近尾声。大家都清楚一件事，项目结束了，人也该为自己找出路了。前同事 A 打算回老家发展，投奔以前的一位老领导，看看能否再干项目。前同事 B 则选择继续留在原地。树倒猢狲散，2022年项目部里的人陆续解散，只剩下了同事 A， 而同事 B 回家歇了一段时间后，经人介绍又回到了原项目，不过是以施工单位员工的身份，于是原本并肩作战的同事却成了建设方与施工方的关系。他们还住在项目附近的4楼民房里，是当年我带人一起租下来的。那时眼看即将进入冬季，大家还住在项目活动板房里，北方的冬天实在难熬，于是我们就在项目附近找房子，无意中发现了这套民房。这套房子大概有200多平，还有一个封闭的大露台，虽然陈旧，但空间足够用。房东人也实在，1个月只要1000块。我们索性一口气交了1年的租金，光冬天取暖这一项就已经值了。大家从活动板房里搬了出来，把公司电脑、办公桌、桌椅等都搬进了民房，这里成了临时项目部和宿舍。这套民房不仅有地暖，还能做饭，加上库存的恒大大米、粮油。那段时间虽然公司还拖欠工资，大家自己买菜做饭，晚上还能喝点小酒，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生活。你看看苦中作乐啊！恒大都已经爆雷了，他们还在那待着，工资是拖着的，也不是说没有。项目部的人虽不多，但日子反倒闲得踏实。平时没事，我们就在民房里吃起火锅，大家一起开怀畅饮。虽然未来依旧未知，但眼下的生活总是算是有着落的。恒大已经爆雷了，也不容易。转眼4年过去，那2位同事依然住在这套民房里，他们就这样一直守到了保交楼。如今项目竣工了，他们也不得不开始为自己找出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聊天的时候气氛倒不沉重，多数情况就他们2个人相互作伴，没事晚上喝点小酒。这些年当地买的散装酒倒喝了不少。这个项目过程磕磕绊绊，工程部经理也换了好几位，我也是其中之一。好在施工单位是一家国企，关键时刻还有担当，即便资金压力巨大，项目仍然竣工了。也是国企参与保交楼，要不然大家没法保，今非昔比。恒大一爆雷，茅台没得喝了，该喝散装酒，也就是咱们说的就是馒头加榨菜。我记得这个项目是2020年开始建设的，前后折腾了6年，才终于画上句号。对那些买了期房的业主来说，总算有了交代。想想这一路真的不容易。同事跟我说，这些年他们其实也没做太多事，项目部本来就没几个人，更多只是守着项目，对接外围，现场管理，基本都是由施工单位负责。毕竟大家都清楚，没钱的建设方又何谈项目管理？有钱你就是甲方，没钱是吧？那你得小心点。今晚想起这些恒大保交楼的往事，心里五味杂陈。这些年从恒大出来，我也没闲着，也负责了一个项目，如今也快交付了。只是整体行情这么差，下个项目在哪里，谁也说不清。回想当年恒大鼎盛的时候，全国各地疯狂拿地，项目多到干不完，只会为太忙发愁，从没为没项目焦虑过。一转眼物是人非，希望留下来的兄弟们都能找到一个好的归宿，有一份能正常发工资的工作，有一个能正常推进的项目。对工程人来说
这或许就是莫大的幸福。想想自己年纪也不小了，再干几个项目，差不多也该退休了。这大概就是工程人的一生。这工程人的一生遇上恒大，多少年也给耽误了。当然，恒大也有高光时刻，它的高光时刻那就是恒大歌舞团，在网上传的也是沸沸扬扬，各种有的没的八卦，怎么说都过去了。为什么？因为恒大歌舞团申请破产。这是每日经济新闻7月15号报道，恒大歌舞团申请破产清算，已无在岗职工，账面资产仅剩3.55万元，负债高达1.85亿元，资产是3.5万，负债是1.85亿。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显示，7月10号，广州恒大民族歌舞团有限公司公开了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这份编号为2026年粤01破申449号民事裁定书显示，2020年6月22号，广州恒大民族歌舞团有限公司以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广州中院申请破产清算。广州恒大民族歌舞团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交了股东会决议、情况说明、资产负债表、债务清册等材料。广州恒大民族歌舞团有限公司2025年10月28日股东会决议显示，股东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广州恒大民族歌舞团有限公司以债务人身份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该公司提交的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2020年3月31日，广州恒大民族歌舞团有限公司资产总计仅3.55万元，负债合计1.85亿元，所有者权益为负的1.85亿元，已经严重资不抵债。债务清册显示，其对外应付账款合计360万元，其他应付款为1.82亿元。在其提交的情况说明中，公司目前已无在岗职工或需要安置的离退休职工，亦不存在欠付职工工资以及社会保险费用情况。广州中院认为，根据广州恒大民族歌舞团有限公司提交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清册等材料，可以认定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已经具备破产原因。广州中院决定受理该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该裁定日期为6月30日。7月1日，广州中院发布公告，将依法指定清算组担任广州恒大民族歌舞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债务人应在2020年8月4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也就是1个月内吧，并定于2020年8月12日9点30分左右，在广州中院第59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把债权人叫到一起，申报债权完了之后叫到一起，整个债权是多少确认的，比如是1.8亿，法院认可了，这边把资产一看，这个资产一共是1万多，那你这债权人就回家睡觉了呗，洗洗睡，法院给你们一纸通知就完了，你这个钱清零。他那个1万块钱连公益债权都付不了，你还得请人去算账啊。大家知道破产案件要清算小组，要不你得向下的资产审计，这玩意儿是花钱的，还请律师，清算小组那都得花钱，他那资产还不够付这个，幸好没有职工什么欠薪，那债权人清偿率为0，我认为就是0。天眼查显示，广州恒大民族歌舞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曾用名广州恒大歌舞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上一次恒大歌舞团引发舆论关注还发生在2023年10月份，彼时的恒大歌舞团团长白珊珊发布视频表示，遭遇无数网络谣言攻击，已向公安机关报案。2023年11月22日晚间，前恒大歌舞团成员林丹丹发视频称，自己是在2012年经过正规的面试和严格的专业考核入职到恒大歌舞团，2017年因个人规划原因提出调离，调离原因跟任何人无关，期间也未担任过恒大歌舞团团长一职，也没有年薪700-800万，当时在团队的工资是8000多块，网络传言均不属实，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是网上更多的视频、文章、照片显示的这个歌舞团，那是恒大各种活动是吧？重大对外活动那必然是重头戏，所以恒大一落幕，树倒猢狲散，破产清算的清算。在恒大刚爆雷的时候我就说了，我当时觉得恒大应该是在3年以后才能破产，那差不多你看现在5年吗？
而且我说恒大破产是叫整体破产，它下面所有的公司都得破产，而破产肯定是保交楼结束之后就全部清算，没有了，零。那现在已经启动了全面破产，整体破产。一个房地产企业赚了钱，而且当时还不是赚了钱，它把是高杠杆周转，它的现金流很大，但是利润谁也不知道。那利润就看他怎么做，说今天不赚钱就不赚钱，反正大量的钱进出，8个缸4个盖子来回捂，只要徐老板耍得快，你都看不出哪个缸没盖子，你那裤衩子换得快，你就看不出谁没穿裤衩子，就这意思。实际上他8个人就4个裤衩子，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企业就学会了某些不正之风呗，像印度一样，印度各种歌舞团是吧？印度的部队也有歌舞团，印度的各种机关不都有歌舞团吗？那歌舞团都是印度国家出钱养着的，一到什么会他就出来表演，他们还有编制在印度。那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印度的民营企业，那他有钱了他也养歌舞团，没毛病，养了供他们自己观赏玩乐，这个没什么，大家不要大惊小怪，总在那儿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凡是跟我一起看过《红楼梦》的都知道，那《红楼梦》哪个大家族不养那个戏班子啊？而有的还专门养调教戏班子，完了之后还专门要表演，对不对？请个人来，请这种大家族来欣赏，是吧？我们家得了一个新的班子，会唱什么？这个贾母是吧？老祖宗那是最擅长听这些戏，是吧？经常听，一到过生日，一到什么节假日，他们家贾府养了个戏班子，这戏班子专门是那个是谁安排谁？贾云是吧？是贾琴去苏州买的吗？买了一个戏班子，开玩笑，这都多少钱培养，天天练戏，给他们养，给他们钱，干什么？不就是节假日、生日来唱戏吗？贾母还经常觉得，自己家的这个戏班子都听腻了，这没意思，所以经常还在外面请一些人走穴，对不对？这些。这都是应有之义，有钱了就得这么。恒大有钱了，他也搞个歌舞团，这歌舞团干什么？但是谁在为这一切买单呢？我们牛马和韭菜，我们也没看这个歌舞团，我们也没资格看这戏，我们也没资格看他们跳舞，结果买单我们义不容辞，怎么办？这就是牛马为什么活着累的原因。有人替你享受了，那这是关于恒大是吧？这一切都过去了，烟消云没有散，一切成为历史了。我们再看看国家统计局公布了6月份的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一个情况，我们一起看一看，实际上跟5月份差不多。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继续增加，这个城市个数没什么意义。先看新房价格，新房方面，房价上涨的朋友圈继续扩大。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比5月份涨了 0.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个百分点，也就是一线城市比5月份还是涨了，但是涨幅慢了，你也可以理解成涨不动了。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 0.3%、0.2% 和 0.3%。奇怪了，唯独北京是下降 0.3%。北京新房6月份比5月份环比是下降 0.3%， 这是为什么？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持平，今年以来首次止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 0.3%， 降幅比上月收窄 0.1个百分点。总体上来说，这新房的价格不太好比较。与2025年同期相比，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同比下降 1.3%， 降幅比上月收窄 0.4个百分点。其中上海上涨 3.1%， 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2.1%、2.6% 和 3.6%。二线城市同比下降 3.1%， 降幅收窄 0.1个百分点。三线城市和同比下降 4.2%， 降幅与上月相同。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环比新房那都在下降，只是下降的幅度有所收窄，那也降它也降不动了，也降得慢了，不是降不动。这新房环比北京是在下降的，剩下的一线城市都在涨，但是也涨不动了，其他的城市跌也跌不动了，就这意思。新房同比呢都在跌，只是跌幅都在缩小，
给我的感觉就是新房它就趋于平稳了呗，环比它也涨不动了，同比它也跌不动了，是不是要僵持？这个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但是新房的价格这个就参考一下，因为新房它那个价格，新房主要是看成交量，而不是看价格。买了那是真正的买了，对吧？新房卖的多的是那种豪宅，豪宅把你价格拉上去了。第二个，新房它得房率啊，是吧？这第四代住宅这些乱七八糟的，没法去机械的比它的价格。再看二手房，仍处于以价换量的过程。二手房方面，降幅收窄更为明显。6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4.9%， 降幅比上月收窄 0.4个百分点、0.9个百分点呢。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5.5%、3.2% 和 6.1%、4.7%。2、3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5.4% 和 6.0%， 降幅分别收窄 0.3和 0.2个百分点，跟去年同比降幅都是下降，但是降幅小了。二手房环比跟今年5月份比，那6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 0.1、0.4和 0.4和 0.3%。二线城市二手房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3%， 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4%。 那就是说，一是一线城市的二手房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指标保持上涨态势，体现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率先回暖。二是受今年上半年总体表现向好影响，三类城市的同比跌幅已出现积极收窄的态势，这充分说明市场已具备筑底企稳的良好基础。他表示总体来看，当前二手房市场仍处于以价换量的过程，同时交易逻辑较为清晰，优质二手房的价格总体将继续保持较为坚挺的态势。不管你是新房、二手房，同比都还在下降，跟去年比都在降，这个不争的事实。不过降的幅度小了，环比都略有上涨，也涨不动了，就这么个事。我们看看这个专家马官员他是怎么看的。马官员在金融界上好像发了一个文章，说稳经济真正的关键，真正的牛鼻子就是房地产。知名经济学者马官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稳中国经济真正的关键，真正的牛鼻子就是房地产。他指出，房地产不仅关系房地产行业本身，更关系居民财富、地方财政、信贷、银行信贷以及上下游几十个行业的发展。如果房地产稳不住，对投资、消费以及整个市场预期都会形成持续的压制。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8%， 这是房地产市场化以来极为罕见的低增速。马官员分析，房地产已经调整了6年，但供给端仍然没有真正企稳，房地产销售面积、销售金额仍然下降 10% 以上，新开工面积仍然下降 20% 以上，整个行业仍处于深度调整阶段。实际上这叫春江水暖鸭先知，什么意思？就这个市场到底行不行，开发商最清楚。所以上半年整个的投资下降 18%， 开工面积下降 20%， 这开发商都没得干呗，知道盖了房子卖不掉，新房根本就没有回暖，新房也卖不掉，对不对？要不然开发商都在 ICU 病房躺着干啥？就是新房卖不动。所以现在企稳是二手房，成交量也是二手房。现在整个的房屋买卖，二手房已经占了 55% 了。他说，当然也要看到积极变化，一些城市以及部分强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修复，成交量持续放大，房价跌幅明显收窄，部分城市甚至重新出现上涨迹象。但从全国来看，房地产市场整体仍然没有真正稳住。马官员强调，下半年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提振消费、恢复投资、稳住房地产，应该释放更加明确的政策信号，拿出更有力度、更有执行力的具体措施，稳地产、稳消费、稳投资，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增强企业和居民的信心。哪有那么容易？房地产的走势自有它自己的规律，你可以干涉，你干涉完之后，它等到你的政策的这种效应结束，它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不要到房价跟韭菜的收入达到一个比值、达到平衡的时候，它才能稳得住。否则你刺激，你搞这个政策那个政策，那只是影响，只是打乱了它的节奏，它本身自有自己的节奏，你只是打乱它节奏而已。那么多炒房的，手上拿了8套房的，他还在那儿还盼着要发家致富呢，
这些人不出清，他不为此买单，那房地产能稳得住吗？就这些炒房的还要买单才行，他们要出清，他们要为他们的炒的要负责任。你看，1到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市区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因为成交活跃，北京、上海、深圳等市成交屡破近年来的新纪录。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尤其是一线城市，都是新房成交少，二手房主要是二手房成交。正因为新房卖不掉，成交少，所以这开发商活不下去。开发商日子不好过，他就不会再去新开工，再去拿地，再去投资。所以什么投资啊、新开工啊，都是2位数下降。最后我们再看看物业费，现在物业费成了房地产这行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自从今年春节以后，物业费的事情越闹越大，越闹越广。说来说去就是业主不想交物业费，业主没钱了，这归根结底的原因。物业费对业主来说也值得斤斤计较了，1年2-3千块钱，得考虑考虑了。这说明什么？以前去这个晚上喝完酒去捏个脚也花2-3千，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现在2-3千的物业费，他得跟人矫情。21世纪经济报道说，广州增城打出降物业费第一枪。最近，增城区政府连续发布11条公告，要求撤销或下调部分小区物业收费。广州增城最具有代表性的小区广州院子，物业费从每平米3.5块降到了2.8块。除了广州院子，奥普新玉府从2.9元降至2.6元，这还可以再降吗？我觉得还是比较高，还有下降的空间。还有多个停工项目被直接撤销。超一级物业收费标准下调幅度，依据是广州市1级物业收费标准2.8元每平方米每月。这意味着原本按照3.5块收费的服务根本达不到对应的水平。增城区是广州楼市成交量最大的区域，但同时它也是广州库存最高的区域。目前整个增城区可售库存面积可达到了300万方之多，所以出现在增城区的很多楼盘亏本销售，或者说一些暴雷房企的楼盘在交付之后出现了物业管理服务标准降低或不到位的现象，所以有必要对现行的物业标准进行主动调整。以广州院子为例，房价从起初的每平米2万多降到了如今不到1万元。过去各大楼盘多有品牌响亮的物业，经过楼市降温，人们越来越看重货真价实、服务匹配的物业服务。如果你是100平方米的房子，一个月要少交70块，一年可以少交800多块，你说那不就是去捏2次脚吗？其次，物业费对于业主甚至是租客来讲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那降物业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对物业费的标准更高。专家分析，接下来物业降费或许并不是一种主流，但关注如何建设好环境。其实在物业管理费的制定上，业主的话语权较低，它更多是根据行业标准或者说物业公司自身的标准去定价。实际上这是叫越渴越吃盐。对物业公司来说，你降价了，物业公司收入就少了，但是业主不会因为你降了70块钱我就交，不交的仍然不交。你降费只是降低了这个物业的收费，但是业主那边是他不会因为你降价我就不交，那怎么办？那物业收不到钱，他就更是服务差，最后是恶性循环，那物业只好撤呗，惹不起我只能躲得起。以后这种没有物业管理的小区会越来越多，千万不要以为因为别人也不敢去，别人去了没人交钱，谁来都要赚钱的，没人交钱怎么办？因为很多小区第一个卖不掉，什么意思啊？就比如说一半是空着的，一半你不能因为一半空着的物业服务就打折啊，因为那电梯还是一样的跑，对不对？他不是说那一栋楼停着那还好点，他一半是插花的，对不对？一半没人住，所以物业收费只能通过这个住的这一半收费。那你不住的那些，有的是开发商的，有的是吧？有的人投资买了4套，准备想一到手卖掉，财富自由的，这些人都被套在山顶上，他哪有钱交物业费？他反正是老赖。种种原因导致的，物业是收不到这个钱，虽然记账记着，但收不到，没有现金流，他就从那剩下的一半人业主那收，剩下的一半人的业主，有人因为你这服务不好没达标我不交，有人说我失业了，我连安全款都还不起，我还交你物业费，所以种种原因缴费率只有70%都到不了，剩下的
只有30%几的人交费，40%人交费，物业服务越来越差，因为他收钱收不到，服务差，他招不来人，各种剪草坪、绿化园林、保安，他请人，对不对？请不来那些按时老老实交物业费的，人家觉得自己吃亏了。我可是交了物业费，但是没有服务，那我明年就不交了，是不是恶性循环？你一说给大家把物业费便宜点，减个几十块钱，大家就交吗？不会的。所以说物业费的问题会越演越烈，因为为什么说来说去就是没钱了。如果韭菜还有钱是吧？谁会在乎这2000块钱？如果大家都有正常的工作，如果一个月收入都1万2万的，那物业费的很多人都会交。现在没有工作，按揭贷款都还不起，吃麻辣家常菜都费劲。所以越往后啊，物业越是问题。就物业费，那一旦有的小区达到一个临界点，物业实在干不下去走了，那小区就只能自治也治不了，怎么弄？政府接管，政府安排，最后那个小区就越来越差，脏乱差，那你的小区卖不掉，租也不好租，人家同样的房子能租2000一个月，那你那小区的房子同样的，那你只能租1500，为什么？那小区不行，邋遢，到处都是狗便。我看网上还有一个自媒体文章说，全国物业费大降价，大批业主拒缴，物业困局彻底藏不住了。近几年，国内住宅小区的物业矛盾正在从零星投诉变成全民性话题。买房定居本该是安稳生活的开始，多数业主却常年被物业费问题困扰。高昂的收费标准搭配敷衍潦草的基础服务，让很多人内心积累大量的不满。越来越多住户不再主动按时缴费，各地小区物业费拖欠现象持续增多。行业被动迎来大范围调价降温，持续多年的物业暴利时代正在悄悄终结。个别业主长期拖欠物业费，并不会单独影响物业公司的整体运营，所有按时缴费守法业主会变相分担小区全部运营维护成本，欠费业主享受同等服务资源，守约的业主承担更多压力，公平性彻底失衡。持续的欠费潮会直接压缩物业的运营经费，倒逼服务标准持续降级，保洁频次降低，设施维保滞后，安保巡逻松懈，小区整体品质持续下滑。服务变差会引发更多业主拒缴费用，层层叠加，形成无法破解的闭环。最终，物业公司因资金不足选择撤场，小区彻底陷入无人管理的瘫痪状态。总之，这个事情也很难解决，不是呼吁，不是什么行业立个规矩就能解决不了，最终还是经济问题，收入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都是问题。所以我们以前就说过，未来很多城市尤其那些高楼，那个小区全是高楼，那也就是容积率比较大，人口密度比较大，那这种小区一旦出事，那就是最后就变成个贫民窟。未来会有很多城市会出现这种贫民窟，我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谢谢大家。